过来，立法院特别针对国防特别条例第4届调查协商，这国民党主席陈立文表示讲，因党内敢若少数人支持8000亿的版本，也有风声讲，这民众党也要搁提出一版共款是8000亿的。立法院单教主席回应讲，因会搁再讨论。 国防特别条例抑个卡伫立法院，虽然要进行第4遍调查协商，不过国民党内面抑个瞧袂好势，有党中央的3800亿加 N 版本，抑个青壮派南洋立委的8000亿版本，基层担心影响年底选举，也影响党主席的威信。黄复兴委员会敲电话给南洋立委，希望支持党版。主席陈立文随时伫广播节目也坚持3800亿加 N 版本。先匡列再说，匡列了以后。 就一去不回了啦！党团多数一直是坚持3800亿加 N， 从来没有动摇过。要改成8000亿的，从来都是少数意见。但是我们很尊重少数意见，让他们充分表达。真的是赞成8000亿的多，那这几天国民党中央就不必这样强力动员啊，要找黄复兴到处打电话，到处跟党籍立委施压，不必了嘛。 陈立文强调，大部分的南洋立委拢认为党版无问题，若是有压力伊来担。调查讲是主张狂列8000亿，冻结4000亿，南洋2个版本瞧袂好势。随后党团大会要做决定，有可能用投票表决。当明天的党员大会的话，大家会共同来讨论啊。那至于用什么样的方式，其实都不会排斥。那我想，重点是我们党团。 就我们国民党团一定会团结。国民党内也无共识，民众党团除了原本的4000亿版本，也团讲伫协商前会有备案，提出8000亿的第2版，肯定美国可能会公布的第2批军购。能够做专案报告，然后我们去了解，这个是我们最重视的原则。那至于就是说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这个。 军购军力这个内容等等我们党是保持的比较开放的态度。台湾国会的决定，世界都在看。那我们不希望我们最后的这个强化国防条例，给国际一个对台湾不利的讯息，那就是台湾人民并不想要强化自己的国防。 对在野党版本意见无同，那被强调一定会达成共识。范云讲，1.25条行政院版本包含对美国军购，一个强化本土国防论性，希望调解支持强化国防，卖传达错误的信息和国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